我来无去。大家好吼，我是秀婉，我住伫托伦多吼，加拿大。相信伫今年的2月8吼，有真侪人拢有变一个碧合花吼，不止伫北美洲伫欧洲、伫台湾、伫各地方吼，拢有即个活动吼，不只是咱每一个人，包括咱的准总统赖清德，咱的行政院长陈建仁，因伫参加公开的活动吼，嘛拢有笔即类碧合花。228变碧合花，即个想法是安怎生出来的？即项代志是安怎推动？有拄着虾米困难？有拄着虾米鼓励？是虾米人设计即个遮真水的碧合花吼？咱今仔日有邀请到即个活动的推动者，就是北美洲妇女会的前会长陈会长老师，伊要来甲咱讲即个活动的故事吼。会长老师吼，伊是伫长老教会的家庭大汉，伊学音乐，伊捌伫静修女中教册啦吼，因全家真早就移民来伫加拿大吼，来伫加拿大，伊住伫温哥华吼，温哥华，伫遐伊有成立迄个白灵诗甲迄个水牛合唱团，伊嘛是大家文化协会的执行长吼，前执行长啦吼。伊是一个真有想法的人吼，我甲伊斗阵，我拢感觉伊拢不是有足侪古古怪怪的想法啦吼。是伊真够做梦啦吼，但是吼，伊嘛是一个实践家，就是讲伊的梦，伊拢会当甲伊实践。伊真够讲故事啊！我家己本身最爱听伊讲故事。我即马吼，就甲今仔日的时间交互会长，吼。大家早早，早。嘿，迄个昨暝足暗的时阵吼，我搁较迄个秀婉这吼有通2、3个 line message 啦吼。我要讲的就是讲，昨昏吼可能毋是干那 Vancouver 吼，整个加拿大都夜未眠啦，因为即个地球的即个磁场大爆发吼。所以昨暝即个全加拿大所有所在拢会当看见北极光啦，所以逐个人拢安尼伫外口咧看北极光咧翕相等等，所以昨暝我嘛是足晚吼，才去困就对啊。anyway， 这是足特别的真暝吼，昨暝我想要爱先更正拄迄个秀婉讲的吼，伊讲我捌伫即个静修教册，毋是啦，我是伫圣心吼，对，我阁共款拢是天主教的学校呀。我真欢喜今仔有即个机会甲大家分享淡薄北美洲台湾妇女会伫过去这半年即个发起即个228吼，咱台湾人逐个人胸坎拢来编一类台湾碧合这整个过程吼。我是想要爱知影讲咱今仔日参加的人，敢逐个人拢有知影即个代志，就是拢伫今年的228的时阵，拢有知影即个代志，也是讲拢有摕到一类台湾碧合逐个有编伫胸坎吼。毋知要安怎知影？逐个敢知影？会当举电子手袂？有的人举手，是无的人举手。哦，有的人举手，是毋免举电子手啦，就是举手咱伫荧幕敢会看到安尼。不能举电子手，因为有的人无开麦，开 video。安尼举电子手吼。敢若蛮袂少人知影吼。多谢。
真欢喜，真欢喜，多谢多谢，嘿。安尼我请迄、个秀婉这放后一张。哦，安尼，大家若有摕到迄个百合花，应该都有看到即马看到的即张吼。即张会当讲就是北美洲台湾妇女会推动即个现坎仔滨一类228台湾百合主要的精神啦。吼我想讲，秀婉这甲我邀请要讲的时阵，我家己就一直咧想讲，敢若我伫无共款的场合，嘛已经拢讲袂少有关即个代志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就摕即个中间有一个即个采访吼的影片，因为伫迄个影片中间，我应该讲不止完整的一个过程我想讲用迄来做今仔日的开始所以若是毋知影即个代志的，也是讲无看到即个影片的人，会当伫念咪我讲即个过程的中间，先大概知影一个整个过程啦。所以会当麻烦秀婉姐先放即个差不多将近20分的一个访谈吼。因为今仔时间嘛不止长，所以我想有够时间大家做伙看。多谢。台湾228百合花的即个过程啦吼，故事。我可能爱为10年前讲起，10年前的228。咱举办一个纪念会吼，我伫迄个会中有讲一寡话啦。我有印象，我伫上尾有讲一句讲 I have a dream， 我心内有一个梦，期待有一天台湾228的时阵，逐个人现坎仔拢会当编一类台湾百合，用安尼来纪念，吼当然讲的话较长啦，吼，总是即个梦吼，就为10年前放伫我的心内我是安怎会有即个梦？40几年前来到加拿大了，每一年到11月11，就是咱加拿大的 Remembrance Day。我就看到加拿大人吼，现坎仔拢编即类花，我想吼，恁嘛拢真侪人有看到。逐年拢看，看到我的囡仔去读册我就了解着讲，毋是加拿大的人编的现坎仔纪念，吼。纪念为着战争牺牲家己的性命，为着别人的自由，为着国家，牺牲性命的人，学校拢会甲囡仔讲一段历史，爱互囡仔写诗、写故事、画图，政府为联邦、省政府、市政府拢会举行特别的纪念活动唱歌，等等，我感觉真有意思，所以我一直迄阵就捌想过讲，咱台湾228嘛是逐日用即种方式来纪念，总是哪敢若无看到嘛所以10年前我讲出讲我心内有即个梦，即个梦继续放在心内。10年后的今年228，已经毋是今年228，顶年228，一位咱台湾的作家李秀。伊去咧讲话，伫即个纪念会讲话，同一个场合，同一个地点。伊讲，伊开嘴讲，我10年前伫即个所在，听到惠忠老师讲，伊心内有一个梦，
吼，我真感动，我转去了吼，画一北，伊嘛是画图家，画一北台湾的百合花。迄天伊就甲迄幅图吼带来现场，放伫迄个钢琴头前，伊徛伫台下顶讲，我就10年前受感动画一幅图。我搁写一首诗，我今仔日要念一首诗互你听，就现场。所以顶年228换我坐喺台下骹去，互伊感动着。我心内就想讲，我是基督徒啦吼，所以我定定有一个信念，讲 For everything there is a time。每一项代志有伊的时阵，有当咱想要做，无一定时候是对的，但是凡事都有定时。所以我听到伊讲迄句话了，我心内想讲，去互伊提醒着讲，是毋是时间到啊？是毋是毋通搁停候啊？是毋是爱甲即个梦吼付诸行动？就安尼，都是顶年嘛吼，顶年了后，我拄好顶年5月份开始接任即个北美洲台湾妇女会会长。迄个代志我为2月一直咧想，到5月时我忽然间想讲 ，maybe it's time。我今年会当借着北美洲妇女会，若会当大家做伙来甲即个代志发起来推动吼。安尼就毋是干那我伫湾区无的社区，咱一摆就会当推广到整个北美嘛，所以我伫顶年10月份，阮北美洲妇女会每一年有2个会重要的会吼。10月份有一个年终理事会，阮顶年是伫即个 Houston 举行，所以我要去年终会前，我就甲我的执行理事，就是我的区理事，阮有5个区理事5区，我进前5个会长。我就甲因讲，我想要提即个案，讲咱北美洲妇女会来发起，228，咱逐个人现卡嘛拢挂一缕台湾百合，结果逐个人拢真支持，所以我就有因甲我联署，我就提即个案。所以伫10月份的年终会，我提出即个案的时阵，全场拢总通过，我真欢喜啊！所以。就是安怎讲，就是敢若有一个起头啊，有一个即个行动的起源啊，所以要安怎讲，就是讲整个到这个时候，就是有决定要去做这个代志啊啦吼。当然即摆佫倒转来讲，是安怎想到要用百合花？我拄咧讲起讲，看的农民济嘛。我发现讲伫加拿大也是北美真侪，也是无定欧洲嘛有吼，因定定伫一个值得纪念的代志，也是一个要推行的代志，要关心的代志，因拢会用一个品，互相若看到迄个人就你嘛是支持我咧支持的即个代志，那敢若前一年乌克兰战争，逐个人都做一个边咧遮。你若看到，你就知影讲你支持乌克兰，你反战，人甲抗议，俄国侵犯等等，所以想着讲，咱嘛用一缕花，将来咱台湾人若看到变一缕花，咱就心连心嘛，知影讲咱关心台湾，咱对台湾有期待，台湾成做一个和平公义，有希望、有疼痛的一个国家啦。嘛，阮妇女会嘛姊妹甲我讲，毋是干那台湾呢，咱嘛期待全世界，成做一个和平的国度。当然，包括咱对咱家己开始嘛，阮想讲为北美洲妇女会来发起，也真有意思，因为妇女嘛，as a mother， 对即个历史的即个经过，我想228足侪受咱中间上受苦的，就是老母。对无？所以感觉讲妇女会来发起真有意思。对付北美来开始，因为咱气力嘛毋是遐大嘛，亲像真侪人咧讲，来买一摆，甲规个拢安尼敢若做无大。我讲，阮拄才开始尔，所以咱对咱家己本身，就伫北美洲，阮16个分会来推广伫咱的社区，若北美会当，才慢慢益出去。
吼。啊，阮嘛知影讲，一定有足侪妇女，嘛有亲人朋友伫无共所在啊，所以消息嘛是安尼摊开去啦吼。啊，这嘛有摊开去，吼。想着要做即个百合花吼，上开始因为我是受着即个花的启示，吼，所以我心内想讲，咱来当做一个亲像安尼真简单的一蕊百合花，哦，爱在后壁真简单一个吼，所以经费上嘛袂讲真多吼，安尼就会当就当推广较紧啦，吼，因为你加拿大即个物件，咱是伫即个 Remembrance Day 前吼，迄个月11月开始。你就到处会当看到，你会当摕，你摕的时阵才家己落一个钱，支持即个退伍军人协会，也是迄寡因为战争受伤，也是变衰的即寡人的生活，安尼甲因支持。我就想安尼，我通过北美洲妇女会决定的时候，我嘛是互因看即蕊花，因嘛真烦恼讲，咱有钱通做，我甲伊讲卖啦，卖讲足贵，即个物件，嘛相信有足侪人会欢喜来支持，无拍算，我将即蕊花，摕互台湾的设计师看，讲是毋是会当帮忙设计，我是找我一个熟识，真出名台湾的即个纸艺啦，纸的艺术纸艺家洪新富，洪新富先生，伊做足侪物件。伊看了吼，伊当然足欢喜帮忙，但是伊一看，伊随知，伊讲，会长，这种材质吼，叫做塑胶绒，这表面敢若绒布，后壁是塑胶，这咱台湾拢无啊。我讲，他有可能，伊讲30-40年前嘛，台湾满是啊，但是已经嘛第30年啊，即寡。产业拢刷去中国去啊，若无定越南，若台湾有设计，嘛是拢爱送去遐做。我讲哇，我无要即个物件百合花绝对无要中国制作，一定要爱咱家己台湾做，就拄仔咧斗想呢，中间嘛有经过无共款的考虑，我嘛有考虑着要用咱台湾研发出来的石头纸。石头纸，石头纸唔惊水嘛，都较有韧性。我心内想，无咱来用石头纸好无？即个纸艺师甲我讲，伊嘛常常有接受人讯息，讲叫伊讲用石头纸来做伊的物件。伊讲可惜石头纸是迄种微粒组成的，所以咱要压形状的时阵比较容易在边缘会起毛。就会得无好看去拄着，所以伊就真好，即个红生足好。伊甲我讲，成事不必在我。即个红先生讲，我甲你推荐一位台湾上赞的，伊就甲我介绍，即个纸浮雕大师陈广林 Kevin Chen， 伊甲我讲，即个人的物件你一定会喜欢啊，所以就甲我介绍，所以我看到陈先生的作品，包括迄阵伊的作品是当然毋是我字啦，但是看到伊做的浮雕，足水足水，我连会当互恁看，鱼仔啦，无共款的花啦，立体足水，伊讲安尼无定会适当啦，所以转去找即个纸浮雕大师嘛真感谢，因拢真疼台湾，听到即个代志拢真欢喜，协助真欢喜参与，所以我常常讲我因祸得福啦，本来想讲要做，无法度无拍算讲因为安尼才找到一个搁较好的我想你即马看，你马上会当感觉到嘛，即个甲即个，就是讲。咱伫艺术性，还是讲伫质感，迄个感觉都差就这样当时因设计师嘛真好，甲我斗想讲，咱有几个 principle， 几个原则，就是当然咱希望经费卖悬嘛，
因为咱要普及化，吼。第二个吼，爱当永续，毋是爱一摆用了单调，无，这拢会当一直保留。第三个环保，这塑胶的嘛，咱即摆当进一步哦，进入环保的时代，咱用较环保的材质来做，等等，所以拢足用心，甲咱斗相，吼帮咱设计，这中间吼，我足感恩的是安怎？因为时间足短。我10月底通过这个提案，我11月中随转去台湾。到我11月底转来前，我已经知影讲，我会找到适当的人来帮咱设计，我嘛真安心啊。我转来了12月，因为陈先生伊手边本来足侪 project 做一半嘛，有时间呢，所以伊无法度随时帮咱忙。但是伊甲我答应讲，伊12月底以前一定设计出来，真正逐项代志才有时间，所以咱敢若剩无偌侪时间通好制作嘛，所以12月底设计出来，咱讨论决定要用一个图形，伊设计较济，到了上要经一个1月份就去做，赶伫过年放假，台湾放假足久诶，咱嘛知影讲2、2、8就得要来啊，嘛袂当拖伤晚。所以，阮拢总定3万个，伫过年前拢总做出来，做出来就是寄送北美，嘛有一寡台湾的单位有听到，嘛有来讨安尼吼，无够，阮迄阵已经无够，到3万外人登记，所以阮搁追加5000个啦，所以今年咱拢总有做35000个，即马迄5000个当咧做，过年拄收假，昨收假嘛吼。即摆开始咧赶咧做，期待一礼拜内一礼拜内会当做出来，佮上尾这5000个嘛会当拢送出去安尼，呀，是毋是真感恩啊？这个过程，咱这边真欢喜吼。这个陈广林先生甲咱设计遮尔水的这个紫浮雕的这个台湾笔盒吼，伊嘛替咱设计这个真水的一张卡片来配合，互这个笔盒的边章会当坐伫即内底安尼北美洲妇女会有写淡薄中文甲英文的介绍，互人会当知影讲咱是安怎做即个代志，即个代志的意义伫啥物所在。阮伫内底真清楚安尼写讲咱做伙来少年228，咱寄望笔盒花所上顶的纯洁。自由、坚强的生命力，会当安慰自2028以来，咱台湾人每一粒长期受苦、伫戒严白色恐怖下面受伤的心灵。咱期待对打了后，每一年的228，咱大家三甲挂一蕊笔盒花伫胸坎咱会当连结一条。会当讲，互咱所有住伫台湾的多元的族群，大家人的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体会，一条疼的锁链，一条绳啊，甲咱大家无形连做伙，咱手牵手心连心，建立一个和平、公义、充满望较疼的国家啦阮嘛有写简单的英文。互即个咱伫北美的第2代，也是讲咱的外国人的朋友，会当通过即个短短的介绍，知影讲咱台湾捌发生过即段历史。虽然真艰苦，总是台湾嘛通过即段艰苦的历史，才有可能一个建立一个真清楚的台湾意识，建立咱家己台湾人的。各方面的这个主体性特别是历史甲文化这个卡片后壁，咱嘛有一个 QR code 会当连接到一寡更较深入，若想要的人捌228的人，会当更较去看去读有人咧问讲，要去倒买这个笔盒花啦这个笔盒花无要卖是你若爱伫阮就会当送你的总是咱无法度用价钱。来衡量所要代表的迄个价值、迄个意义啦。今年伫北美洲开始发起推动推广，
台湾嘛有少数的单位已经开始来参与，阮真正欢喜嘛，真正感恩。期待吼即个活动是会永续，咱继续要安尼做落去。今年包庇开始探到台湾，实在今年嘛有德国、英国、日本的台湾社区嘛有来甲阮讨即个花，所以今年已经是讲欧洲、亚洲、北美，拢已经有人会伫228前到228的各种活动中间来看到逐个人现坎变一位台湾笔合咯。期待明年以后，搁较侪伫咱台湾来推广，有更较侪的单位，搁较侪的人有机会来参与。这是阮深深的期待，嘛会当讲是北美洲妇女会爱要送互咱台湾的一个礼物。On that issue. Speaking of voting, the results are in, and we may have a winner for the worst book rollout in history. 你敢是你的 PowerPoint 要搁冲出来？对，咱是你讲直接要放念咪才放好啦，先 PowerPoint。我来找你的 PowerPoint。多谢。我想拄即个无真长嘛，无真短的即个访谈吼，可能大家已经对即个笔合会的开始吼，甲伊的进程拢有简单的认捌啦吼。咱即马看到的即张相是台北228和平公园吼，迄个纪念碑落成迄天翕的。我真拄好迄个时阵先去台湾，所以有参加迄个纪念会吼。伫迄个所在恁可能相片的上中间会看到进阶228和平纪念日推动的即个林宗义教授伊的夫人嘛伫迄个所在。因为阮的家庭有熟悉阮自细汉就甲因即个家庭有认捌，所以对着因家族228所做务的代志嘛拢真清楚。来，有啥物声我 OK， 所以伫我成长的过程中，就对228有一寡特别的感受。我即边伫即个哪大的年会游览的中间我有伫一个车顶，拄好无意中去提起着讲，我家己伫离开台湾进前嘛捌拄着一摆会当讲是白色恐怖的一个经历。虽然我无拄着啥物无好的代志，但是迄个经历，互我OK， 迄个经历，互我对台湾自细汉听到228，较家己抑阁是有一个距离啦。但是迄个经历了后，互我感觉着讲，原来台湾即个社会真正是有存在即个白色恐怖，你无拄着，你毋知影。请秀婉到下一章我来加拿大了后，就是咱拄有听到的，就是我看到加拿大安怎咧纪念即个因为战争牺牲家己性命的人，因用迄种方式，就是变一蕊花
啊，伫学校还是讲 That's gold. 联邦政府、省政府、市政府。 incoming video. 哦，歹势，我是敢若我听着，还是逐个拢有听着一寡声。即个咱即摆即个软体小可有问题，拢会家己拍拍。就是雅美吼，雅美遐搭无对关对，我要甲伊我甲记起来，关注，我记袂起来。见做者本一个主人开开，嘿，拜托雅美注意一下。好好好，芭比我紧。嘿，好啊，我看到加拿大 Remembrance Day 吼，我逐年经历，我就心内有足大的感动，想讲因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后，因就开始有安尼的纪念活动，吼，所以已经是超过100年咯。因还阁继续每一年全国拢咧纪念遮个代志。啊，通过一个真简单的一蕊花，啊，互所有的人会当伫迄一日，逐个伫遐默想，也是来讲故事，啊，来做伙笑脸，啊，搁详细帮赞迄寡因为战争啊受苦受难的家族。所以我就定定一直感觉讲，即个代志真有意思。啊，想起咱台湾的228。有一站时间是袂当公开伫遐讲起的，吼，即张相就是我看到即个啊，我足爱一个女明星吼 ，Audrey Hepburn，吼，伊就是有一摆咧演讲的时阵，拄好是伫即个节期，啊，伊胸坎仔嘛是编一蕊迄个 poppy 吼，所以我一直感觉讲，这是咱台湾人有可能会当做的，啊，刷落去即张。即张就是我拄伫影片中讲起的，咱台湾伫Vancouver的一个作家李秀吼，伊就是听到我咧讲 I have a dream 了后，伊讲伊转去因兜画一幅图，画一个母亲，啊头前有真侪的百合花，啊伊用安尼咧纪念228，吼，后一张，共款10年前。听到我讲迄句 I have a dream 了后，啊，我有一个合唱团的好朋友，伊真后做手艺，伊转演即个丝袜，吼，用迄个丝袜做花，啊，伊嘛做一蕊百合花互我，啊，我会记哩隔年吼的228，啊，我就变伊做互我的即蕊百合花伫胸坎仔，啊，我嘛一直留着。吼，若有特别的代志，我嘛真爱变。啊，咱即马看到的即个，就是我开始咧想，要安怎来做台湾的一蕊百合花的时阵，我就用我伫加拿大，就是中迄蕊是即个 Remembrance Day 的吼。啊，正手边是为着艾滋海默症的人所做的花。啊，倒手边是阮遮的癌症协会的花，啊，下骹是伊的背面吼，你看会出来吼。即3种材质吼，拢是属于一种塑胶的材料，啊，嘛是我早转去台湾想要敲找的。啊，即马即张是即个艾滋海默症因吼的包装，真简单的包装，啊，内底有一张白纸，小可说明。啊，我当时。提起即个想法的时阵，嘛是咧想讲，咱就是做一个亲像安尼简单的一蕊花，吼，啊有一张纸，啊小可介绍228的故事，啊放伫一个安尼透明的塑胶袋仔内底。这是去年10月哪大伫 Houston 的年中会吼，啊我拄好嘛是请唐丽芳老师来做阮的讲员啦吼。啊，唐老师看到讲哪大通过要做即个228的百合花的时阵吼，伊嘛有甲我问讲，啊，你有想要找谁来设计吼，还是来做的时阵，啊，我有甲讲起着讲我心内咧想的即个纸艺大师洪兴富，啊，无拍算吼，唐老师嘛较会足声咧，所以唐老师一听着嘛，甲我真赞成吼。啊，阮迄阵就伫 Houston 已经有去讲起着讲，
要用什么款的材质来做的时阵，啊，唐老师拄啊好有摕去咱台湾，咱研发出来一种真特别的石头纸吼，所以阮迄阵啊嘛有已经都考虑着讲，嘛有可能若无用塑胶，无定有机会用着石头纸，啊，刷落一张。歹势吼，我的迄个紧纸爱怎转袂停去叮当？哦，我甲出来，搁重新来重建。好，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再见。我哪讲去？迄个我转来到Vancouver啊，有足侪人知影讲，我伫 Houston 旅行中碰见我的加拿大 passport 吼，所以差一时也袂当转来加拿大。哦，即张就是10月份哪大的年中会，我特别放即张啦，因为就是遮的姊妹伫年中会时阵有支持即个提案，哦啊，所以即个228台湾笔合才有可能踏出第一步啦，吼，所以我嘛足感谢啊哪大遮所有的姊妹，哦，下一张，所以我转来到 Vancouver 了后10月底吼。哦，我就真积极准备讲，我需要走一转台湾去甲即个笔合会的即个制作的代志来准备吼，所以我就是去找一顿去吼，我是透早，Vancouver飞转去是透早5、6点的班机吼，啊，我迄天就较洪师傅已经约好，迄天早起10点，我就去到伊的工作室去找伊啦。吼啊，恁嘛看会出来，新妇办公室哇，足侪伊逐种的作品，吼啊，我足兴奋的，我想讲新妇伫我转去前已经伫电话内面甲我讲无问题，伊会当帮忙啊，所以我去到遐真兴奋，啊无拍算讲，我开一讲落去吼，伊已经伫电话中知影即个代志，伊已经有准备，啊嘛是准备要甲我讲，我所想的物件是行不通。就是讲，咱台湾已经无即个塑胶容即种材质啊吼，啊我一时小可着惊着，啊嘛小可紧张讲，啊无安尼要安怎咧吼？啊我全摕去着石头纸吼，啊因为进前嘛有甲伊讲着，啊伊已经嘛是准备好啊，伊随摕迄出来甲我说明，讲石头纸嘛是无适合。哦，我迄阵啊开始烦恼起来，吼，遮尔短的时间。啊，若这拢无法度，啊，到底是要安怎？啊，新妇吼，就是伫迄个所在甲我讲，无得较需要伊来做即个代志，伊替我想着一个无定，搁较学习，搁较会适合，搁较适合的人安尼吼。啊，所以伊就是甲我介绍即个台湾一个真特别的做纸浮雕。哦，咱听到浮雕就知影讲是 3D 是立体的，哦啊，拢是纸要安怎甲做浮雕咧？啊，无亲像洪新富，伊是用切割，吼，啊会当则个凹，啊伊这毋是纸是完整的，但是要安怎甲压出迄个花型吼？啊，咱即马有看到，迄是我第一目看到即个陈广林 Kevin 伊所设计的纸浮雕的一寡作品吼，有花，啊，搁后一张是一尾鱼仔，哦，真正足水的，吼，那敢若就是附伫你的目前的一个真正的物件安尼吼，啊，我继续话紧，啊，因为我即个代志吼嘛足兴奋的吼，所以我真紧靠我伫台湾。我所尊敬的玉秀老师联络，啊嘛开见面，啊开讲起着讲，我咧进行帮妇女会进行即个 project， 伊嘛是足欢喜的，啊我嘛足意外吼，伊问我讲啊你要找谁的时候，我甲讲我找洪新富，伊嘛是马上甲我讲啊。伊嘛是较会足熟，身妇足好诶，吼，无问题。伊若推荐诶，伊帮忙诶，的确是正确诶，安尼吼。下一张
啊，我嘛搁伫台湾，搁较唐老师见面吼，啊，做伙去听一个好朋友对过去所经历、所听到台湾的故事，有写一本册叫《遗址》，伫迄个咧听即个新书发表会的时阵，我嘛是感受到讲，足侪代志都是需要甲记录落来，才有可能把即个代志流传落来，也是讲搁较快，互搁较侪人知影。台湾遮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拢是咱生命的养分嘛。所以我转去台湾的过程中，就是搁一摆感觉着讲，即个代志的确着爱互伊会当成就起来，真正是有意义的代志，刷落去一张。你起来了吗？我这个搁继续声音呢？因为搁转去拄迄场晚生因为我当时嘛已经咧帮即个哪大准备今年4月年会的代志，所以我嘛有去拜访即个晚生乐团的泽义老师啦。我伫晚生乐团的门口看到伊遐一句 slogan 讲家己的声，世界来听。我就想讲，毋是干那晚生要将台湾的音乐的声，互世界来听。咱台湾的历史，过去莫讲别人无清楚，咱嘛足侪台湾人对家己的历史嘛是共款无清楚。所以即个咱的声，咱的故事，都爱讲出来，互台湾人听，嘛互世界来听。继续。继续即个足趣味的，这就是我对泽义老师遐出来了后，要转去我住的阮这一兜，我伫路呢咧行路的时阵，无意中看到一个门牌啦，这个门牌马上吸引我的目睭因为这个门牌边拄好一个圆圆的，内底一蕊较大的花，甲一蕊较细的花，拄好较我较陈广林，就是讲。要设计这个28卡有一点点神似啦。我想讲哇，台湾那这个门牌做较遮尔水所以互我一个感动就是讲，哎哟，那较咱想要做的代志嘛是不谋而合表示安尼的意向，实在是咱台湾社会嘛是有，已经有嘛毋是新的继续了后我有一天。去一个早餐店，早餐店我足早去，我行入去无啥物人客，但是一目就去互迄个壁面顶的即个咱过去细汉讲，日历每天失去一页，就一张一张，迄个互我一个感受就是讲，每一个日子，咱即马看到的月历，我知影台湾抑阁有，我阁。无亲像过去遐尼普遍，讲咱家家户户厝内拢会挂一个，安尼逐工安尼甲贴一页起来我忽然间伫遐感受着讲，实在每一工贴一页起来，迄个每一日拢足重要，每一日拢真特殊，也是讲每一日拢有伊特别的故事，迄种感受。所以我常常伫迄个所在看到即个景象的时阵，我嘛是心内搁一摆感动，讲228，迄个真特别的日子，实在伫台湾人用特别的方式来纪念。继续。我哥 OK。多谢。伫迄上时咱伫北美遮妇女会开始咧准备要安怎来宣传即个活动要安怎来报人知以及要安怎互人来登记来登记即个无紧即马继续就是上时台湾较北美拢上时咧进行啦台湾这边是
除了设计爱开始准备，啊，另外就是配套，啊，即个物件到时要安怎变做会当变咧咱的现刊嘛？啊，我真欢喜伫第一时间，啊，即个协助的即个孙先生伊拢较即个 Kevin Chen 拢合作咧做伙做一寡物件的，即个嘛是算讲文化推动者伊就真帮忙紧去找讲可能适合用的边尖，啊，真趣味。本来就是讲可能爱找足侪个来比较来创啥无拍算讲伊第一个提出来物件嘛变做是咱最后使用的物件，就是一个双用的会当变啊，咱也无爱变，也是无方便变的，会当营业的迄个小别针啦啊，即马一当看到的即幅，这是Kevin 第一张互我看的图我想恁拄拄有听着我讲想要做一类花我可能甲大家小可伫即个所在嘛解说一下本来上早的想法是要亲像 Poppy 迄罂粟花共款，就是一类花，但是后来有去想着百合花基本上是白色的，就是讲伊的原型主要是白色的但是若是做一类白色的花来变咧形坎安尼拄拄好甲咱台湾人咱伫即个厝内有丧事的时阵，咱会变类白花，也是讲母亲节，咱老母过身的人，咱会变一类白色的康乃馨，竟然有安尼的联想。安尼可能较二的意思，还有无共款的所在，所以伫遐咧讨论的中间，就决定讲，咱可能卖做一类花型，一类敢若花的白花，咱无定用，就是即马咱看到的，用一个圆形内底有咱的百合花的形象，有迄个意象来变做一个敢若目睭。毋是干那一类花尔，所以伊第一个互我看即个图的时候，我就感觉真水啦所以就有伫遐做一寡讨论这是要用在美国有差不多经过1个月的时间，对即个11月底11月底 Kevin 有同意讲真欢喜来参加。我印象伊是讲伊真感谢伊颠倒讲伊感谢互伊有即个机会参与伫一个真有意义的代志所以12月份伊手边足侪代志的伊甲我讲12月底以前伊的确会设计好互咱来看来决定迄个型虽然我知影到12月底才来决定，时间足迫的万一若有啥物无拄好嘛是会烦恼总是因为我看到 Kevin 的物件搁泰国就讲了解到伊情形的时候，我不只要有信心讲应该袂有差错，应该无问题所以到12月底我知影我了解是伊一直到12月后半伊才有时间啦只是搁转来头前迄2张所以这2张着伊摕2个伊设计的第一个样本互我看我有随分享互哪大的执行理事互大家做伙看。恁即马看到的即个就是后来咱所选择所做恁会当看后一张，这是伊互我的第2个图形第2个图形就是下骹有看到2个梗拄迄个2个梗有点重叠，所以无看到安尼所以这2个会当讲伯仲之间啦大家人嘛都咧想这个嘛真水，迄个嘛真水但是咱需要做一个决定，所以咱决定拄头前迄张对，安尼咱搁继续决定了后呢，真正就讲是快马加鞭迄个Kevin 就开始爱准备模具就要大量的来这个制作详细呢嘛考虑着讲咱这个
做出来了后，要安怎包装这部分，嘛爱紧来进行吼。啊，这是第一个初稿，就是咧想讲，是毋是做一张小小的卡片，吼啊，会当啊，将咱要放的文字啊，放伫内底，好，请继续。吼，这拢是啊初稿吼，好啊，这就是后来诶。这个文字抑阁毋是咱后来文字，是阮拄啊住遐咧讨论迄个样品吼，嘿，所以迄阵啊就开始有安尼想，啊，你即马看到的即张，就是已经上尾设计好势吼，下骹是封面，所以咱用迄个百合胸章诶迄个图像吼印伫封面吼啊内底开开，咱会当看到。啊，拄迄个，咱有看到讲有一个barcode吼，毋是barcode，QR code，咱有一个 QR code，这个 QR code 是印伫咱的封底，吼，一个小小的QR code，啊，这个 QR code 若点入，就会看到即马即张，你若甲点入，就会看到有中文、有英文，啊，有文章，啊，有影片，是有关较228有关系，啊，咱甲拣出来的几个吼，真重点，啊，真不止啊完整，但是佫不止啊简洁，逐个毋免用足侪的时间，吼，像讲英文的影片，敢若8-9分钟尔，吼，啊，中文的影片是民视啊，有一个介绍228的影片，啊，较即个228即个国家纪念馆因即个单位。请即个李晓峰教授所写的中英文的228事件，这拢是要互大家吼，会当延伸来阅读吼，啊，特别是对咱伫北美的第二代，也是咱要将即个台湾的故事历史，甲咱是台湾的背景的朋友来分享的时阵，这拢是真好的资讯啦吼。啊，佫上好就是讲，咱即个物件，即个QR code 吼是用一个 link tree 啦吼，就是讲所有的文章甲影片，咱放伫同一个所在，啊，详时呢，咱会当佫增加，啊，咱就是说可以加减减，所以会当永续来使用，啊，不管是有好的文章，吼，啊有适合的物件，咱拢会当甲放入去即个 link tree，吼。啊，较人分享，吼，啊，继续，啊，伫即个制作中间，吼，第一类做出来了，这是也未大量做，敢若试做，啊嘛，试用迄个后壁念迄个品，吼，啊，即个孙先生真趣味，吼，伊讲伊着紧甲并咧伊的身躯面顶，吼，啊，伫迄工安尼做代志，弄来弄去摩擦，吼，创啥？伊要看讲即个物件有够用无，吼。啊，后壁的边尖念的好势无吼，啊，所以大家拢伫每一个细节啊，真正用心刷落去，吼啊，自开始的时阵，第一时间呢，即个 Kevin 有甲我问讲，咱大概有备要做偌济个，吼，拄开始也无讲介清楚，伊问我讲，啊，是毋是要做敢若要定300-500个啊，哦，还是1000个啊，还是啥？啊，我毋知啥啦，有一个信心，感觉讲应该毋拿即个数字，吼，虽然咱还未登记好势吼，还搁咧登记中。啊，我一个喙甲讲，我想吼，你起码用10000个来想，吼，来准备安尼。啊，所以Kevin甲我讲，啊，若是10000个，啊，有1个月时间吼，安尼伊可能做2个模具，用2个模具来做就会使啦。啊，无拍算吼。咱到即个12月底，就是哪大讲截止登记的12月底的时阵吼，咱已经是3万个咯。啊，所以 Kevin 哦，恁即马来看遮吼，正手边即个就是 Kevin Chen 陈广林，吼呀啊，伊听到讲超过3万个，啊，搁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所以上尾吼。就决定，咱拄有看到足侪个，上尾咱是一摆用24个模具，就是讲详时会当冲压24个
这个台湾百合吼，咱即马会当看到的，这拢是这个制作过程，吼，咱会当小可看到，这个是咧印咱的迄个卡片的款，咱过续，吼，这就是规大张做出来时，吼，佮继续，吼，这就是模具，拄开始的时阵吼，看到这。我就是讲，伊要甲我改做金色的吼，后来才知影讲这是模具吼，就是用这个物件去冲压，吼，冲压出迄个浮雕，吼，这每一个拢是 Kevin 吼，伊讲拢是手工去捏的去做出来哦，吼，咱看到这个所在，你看 Kevin 伫迄个所在，拄砌做出来的头几张，伊足仔细的哦。每一个花做检查，要确定讲伊迄个模具有平衡有好势，每一个拢无缺点的对啊。吼，所以恁会当看到伊遐尔啊认真，你看即几张相，吼，伊用足侪时间确定讲拢总好势了后，伊才大量开始做吼。迄个秀婉姐，毋知是毋是伫即个所在，咱小可 PowerPoint 停一下，咱放迄个短的4分钟介绍咱即个台湾笔合的创作者，就是 Kevin Chen 陈广林吼，秀婉姐咧准备中间，阮介绍一下吼。Kevin Chen 甲我讲吼，台湾人拢也无啥捌伊，是因为即边。咱做即个台湾笔合，台湾人才有机会认捌到伊吼。因为伊做的即个技术，伊所用的纸，伊是较即个瑞典遐一个纸厂合作的吼。伊用即个纸厂的纸设计一寡物件。Kevin Chen. 即个影片就是迄个 my 纸 wife and my 厂 son. 为着介绍伊。I have two passions in life. I love running, and I love creating impact with paperboard. Every other weekend, my wife and I run a marathon somewhere here in Taiwan. By running, I fuel myself with the energy I need to focus on my design work. I specialize in developing new, interesting design concepts, experimenting with printing techniques such as hot foil stamping and embossing. My fascination for embossing started in my younger years. I quickly realized that by mastering the art of embossing, I could create an experience that people could feel, touch, and admire. I was very honored when Igisund asked me to design their annual seasonal greeting card. I instantly knew I wanted to create something with real impact. I wanted to create something more three-dimensional and detailed than I had ever done before. And I wanted my design to create a graceful and elegant feel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As always when working with embossing designs, I started with one single motif and then added more and more layers to it. I know from experience that I need to create multiple layers with a tremendous amount of details before I am happy with the design. As always, I placed considerable effort into developing the embossing tool, knowing that it enables a superior result. Always when embossing paperboard, the paperboard must be able to withstand mechanical stress, compression, and high temperature. In this specific case, with all the finer details of the greeting card, demands were even higher. With this in regard, the strength and durability of Invercoat Duo was ideal for the project. And I just love how the coating of the paperboard naturally provided the graceful feeling to my design. 完成了，请亲手感受这一张贺卡，希望你会喜欢。伫这个所在我想讲，我嘛特别讲一个这个瑞典的纸厂这个瑞典的纸厂，因为足欣赏 Kevin Chen 的作品啦，所以因伫2018年特别邀请伊为着因的纸厂设计因迄年的圣诞的卡片啦。
吼，啊，这个纸厂毋是干那伫瑞典，伊伫世界足侪国家拢有分公司，吼，啊，真趣味的代志就是啊，即边 Kevin 用因就是即个瑞典的纸，吼，来做咱的台湾盒，啊，伊将即个代志，甲即个瑞典的纸厂讲，啊，即个纸厂感觉足惊艳的，就是讲因的纸厂吼出足侪纸的，吼，啊，伊嘛真有历史，但是从来毋捌有人用因的纸做即个胸章，吼，这是 first ever， 从来毋捌的第一遍，所以即个纸厂感觉讲这是足值得诉说的一个代志啊，吼，所以因公司转甲 Kevin 托讲，看会当知影伊即边替咱北美洲台湾妇女会做即个228台湾百合即个背景，是安怎要做，即个物件是要创啥？我听到即个消息，我嘛足兴奋的呢，因为即个公司全要将即个台湾百合徽章背后的故事，全通过因的公司，吼，全等于就传到全世界，因有分公司的所在。伊佫讲因拢会负责翻译成不同语言啦，吼，所以这实在是一个 extra 的代志，吼。通过 Kevin， 通过即个瑞典的职场，嘛足趣味，就是讲咱嘛有一阵伫瑞典的同乡，吼，因拄好嘛知影咱百合花的故事，嘛有将咱的百合花，吼，送互因当地的朋友啦，吼，所以我嘛有甲因讲起着即个职场的代志，所以因要变做敢若咱的县民，讲因即卖替咱足注意看即个职场发布的一些新闻，互咱知影讲有后续的故事安尼，吼，即卖咱看到的这就是最后制作完成的即个卡片的即个样式，吼，哇，这就是开始大量咧做吼，我知影。倒手边即张特别翕出来，就是讲已经年关到吼，大家拢无闲较要叫做大家拢忙不过来就对吼，所以咱看到的头前迄个较少年的，迄个嘛是即个孙先生讲，连因囝伊嘛甲揪出来讲去工厂斗帮忙安尼吼，迄是因咧包装的一个过程吼，正手边咱就看到开始一箱一箱吼。开始装起来，开始要送出去吼。伫即个运送的过程中，嘛有真侪趣味的代志吼。咱迄阵就是讲大生优先啦吼，要将即寡花送互咱妇女会一寡姊妹，也是咱的朋友，要帮咱带转来北美啦。吼，咱嘛真感谢，因为迄时阵拄好咱台湾，咱足侪人。登去台湾参加即个总统的选举，也是讲登去过年吼，准备要登去过年，所以真侪人登去伫台湾，咱才有遐尼好的机会，讲请大家帮忙炸转来。伫即个要帮忙炸转来的过程嘛真趣味，因为即个物件本身本来是无大，但是因为后壁有迄个冰针，咱无希望甲迄个。花地歹去吼，所以变做会较蓬松吼，所以真侪人拢发现讲哇，伊的体积吼，比想象可能较大，逐个人的行李无一定有方便炸。我印象中间有一个要帮忙炸敢若是所有Toronto迄边登记的吼，敢若2000个左右吼，即个花转来吼。拢总是装做6箱啦，要送去互伊的时阵，就咧想讲，迄6箱敢有可能早会转去啦？无拍算讲，甲敲电话了后，才知影讲，因一家伙是8个人啦，一家伙大人囡仔拢总有8个，所以因讲无问题，无问题，阮会当炸转来。就是色林的查某囝。
哦，是少年的查某囝吼，好好好，啊，所以就是讲足欢喜，啊嘛足意外安尼吼，啊嘛感觉足趣味的，啊，因为吼运费吼不止啊悬，因为咱这边啊时间较急，啊无法度海运，最近海运拢足慢的，所以需要空运，所以才想讲会当逐个斗早，就省足侪即个运费啦吼。啊，伫台湾的部分啊，咱中南部拢直接用即个托运公司送落去。啊，迄阵啊拄啊好，伫要过年啊吼。啊，托运公司嘛讲，因为过年的关系，因本来就是有搁较济的托运的工作需要做吼。啊，所以拢无把阿公会当照本来的时间送到位啦。不过足感恩呢，因虽然有安尼甲人讲吼，阮后来有甲查吼。每一个拢有伫咱需要的时间内底送到位啦吼。啊，若伫即个大台北地区的吼，我迄阵啊全征召我家己的哥哥，伊拄啊好转去伫台湾，啊拄啊好本来要转来啊，啊拄啊一句甲我问讲，啊要准备要转去啊，敢有啥物代志的时阵，我全甲讲，啊你若无急转来吼，若会当搁伫台湾加留一两礼拜，会当帮我去做信差无？会当帮我去做大台北地区的快递服务吼，所以全所有的物件拢我的兄哥吼帮我送去，互所有要早转来北美的姊妹，也是讲送去互伫台北地区登记要爱的人吼，大细细吼，拢伊安尼去送我印象即个制作公司甲我讲。哦 ，Uber 的效率吼，比阮去叫迄个快递吼，搁较紧啊咧。吼，所以伫即中间，咱足侪姊妹帮咱早转来吼。啊，阮哥哥咧送的中间嘛，发生一些小插曲啦。因为咱知影即马台湾也好，北美也好，即个诈骗的电话是有够侪啦。啊，所以阮拢有互阮哥哥自己较电话吼。啊，阮哥哥讲，伊敲电话去吼，差不多10通有8通拢无人接啦，吼，因为大概陌生的电话，啊，人也毋知影这是啥，所以电话拢无人接，甚至接了后吼，啊嘛甲安尼盘查，安尼查问，安尼问足济吼，啊是伊去到楼骹按门铃啊吼。啊，人拢还佫毋肯随甲开门，啊，捂足久吼。啊，中间有一户，我听讲，阮哥哥去3摆吼，啊，第3摆咱为北美这边吼，有特别甲因交代啊，讲哦，某咪人、某咪电话号码啊，啥物时间了后，哦，啊，逐个才安心。所以这嘛是真趣味的一个代志。啊，我讲我家己嘛，足感谢我的兄哥吼，真有耐心。啊，伊也感觉讲即个代志真有意思。伊讲伊嘛足欢喜的呢，这本来是咱妇女会的代志，啊，伊毋是妇女吼，啊，伊嘛有机会安尼插一脚，吼，啊，甲逐个做伙分享，做即个代志的喜乐安尼吼。啊，咱即马看到的即2张，是2个朋友吼，因接到即个笔盒了吼，感觉讲袂使收起来，就算讲伊无出门，无变出去吼。伊嘛要囥咧厝内一个经常会当看到的所在。啊，倒手边是我的一个老师，吼，伊甲囥伫伊的钢琴面顶。伊讲要互每一个入来到迄个所在的学生，拢会看到。啊，伊嘛要甲因介绍是安怎有即个花安尼吼。啊，正手边是孙先生，伊讲伊就囥伫伊的册桌仔面顶，吼啊。伊讲伊无要等到明年才摕出来吼，伊要希望1年365天，伊拢会当看到一蕊水水的百合花。啊，咱即马看到的即个嘛是互我足感动的代志。拄伫上开始的影片中，我有讲起着讲，咱拢总后来搁追加，本来12月底讲要做3万个，后来搁追加5000个。啊，迄5000个。是伫过年了后才开始做，过年前做袂赴吼。啊，过年中间呢，即个帮咱做即个，毋是 Kevin 啦吼，就是帮 Kevin 做即个师傅吼，拄着车祸啦。
所以伊的手脱臼，结果伊嘛拖着这个受伤的手伫过年收假了，马上转来工场佮帮咱做上尾迄个冲压上尾迄5000个所以特别迄一寡相做纪念，所以你会当看到迄个 Kevin 卡伊协助咧做上尾这5000个。我伫遮嘛佮提起一个，就是讲Kevin 因为是帮咱做这个花伊本身嘛是一直咧想讲要安怎会当做更较好势，所以当咱3000个了，讲要搁加做迄5000个的时阵Kevin 有小可做一寡调整，伊讲问我讲敢好，我讲无要紧伊讲伊想要搁试看觅看迄个百合花面顶的迄个金。迄个烫金，迄个压上去的迄个金敢会当有无共款的表现所以后来做的迄5000个伊有比本来迄3万个有小可搁较济淡薄的金啦所以变做较后来摕到的人，有可能摕到的是面顶的金比第一批小可较济淡薄请继续。了后咱北美逐个人拢收到逐个拢迫不及待伫无共款的活动才会当一张一张一直落去伫无共款的活动逐个人拢开始编一蕊花逐个合影做纪念可能会当小可较慢一丝丝即马即张是。逐个有认出来无？中迄位是林义雄先生倒手边是苏明济，正手边是蒋渭水文教基金会的蒋理龙228对义雄先生的家族嘛是足大的创伤拄迄张前一张的倒手边是我特别毋是即张的下一张对，即张倒手边迄位是林宗义教授上细汉的查某囝我特别伫拄好伫228迄天我有送即个花去因兜互伊这咱是伫应该是北加州佮继续。咱看逐位全美真济所在逐个人拢有咧较朋友分享即类台湾百合即张是伫日本日本东京一个大桥的团体因嘛有来讨因真欢喜这是我家己教会牧师，伊嘛是讲，若无看到即蕊花，听起咱讲即个故事，因虽然知影咱对台湾来，但是对台湾的理解也是讲认捌，也是真少咱搁转来前一张，即张嘛真趣味。倒手边是一个朋友伊嘛是即个做手艺、做珠宝的业余的专家啦恁看伊伊接到咱的迄个百合花了，伊用迄个小碎钻搁做一个再创作啦讲做来讲要送我真正足感动的，讲逐个人对即蕊花。有无共款的感受搁用伊家己的方式来表达正手边呢，即张嘛足趣味。朋友讲，伊的老爸老母若看到即蕊花的确会足欢喜、足欣慰。但是爸母拢已经离开所以伊全摕一张因兜的全家福甲咱的迄蕊台湾百合。放喺面顶，伊才搁翕一张相，寄过来互我看。
所以这类台湾笔合已经伫真侪人吼的心内吼引起无共款的感动啦吼。哦啊，这是这拄仔是温哥华今年的纪念会啊。倒手边我是咧讲，就是讲嘛真侪人用咱即个笔合会的即个图像吼。啊，做即摆228活动的封面吼，我有听几若个人讲起着，吼啊，这是伫温哥华，吼啊，我迄天因为我的choir有献诗啦，啊，我有伫遐，我真正真感动，就是讲，就是10年前我徛伫即个所在，甲大家分享我对228的感受的时阵。我伫遐讲起就讲 ，I have a dream， 希望有一天伫228迄一日，咱台湾人胸坎仔拢会当编一类台湾笔合，真正无拍算讲，not just a dream 吼，即个 dream 有机会会当 come true， 哦啊，这是我的合唱团吼，啊，这是万库文那大姊妹。我想伫各地方拢共款，伫纪念228啊，这就是我特别较翕相吼，就是李秀啦。哦，我咧甲讲，若毋是伊顶年，佮讲起着即个感动，无定我啊，佮是囥伫心内，吼，也无迄个勇气，也是迄个 calling 讲。时间到啊，咱会通做这个代志，继续。哦，这共款吼，抑阁是大家继续伫无共款。吼啊，这个就对我较意外吼，这拢是朋友，台湾的朋友看到送来互我的，吼，就是看到这个陈建仁行政院长吼，伊伫迄个立院质询的时阵吼。胸坎仔变迄类，吼啊刷一张，刷一张，我想我嘛小可讲一下吼。咱知影这是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嘉青吼，徐嘉青伊嘛变吼。这个嘉青我伫遮要特别提起，就是讲，伫这个咱咧登记的过程中，我就咧想讲，虽讲哪大伫北美有16个分会，啊毋那安尼咱嘛会。通过即个同乡会，也是其他画拍，吼，其他台湾人的组织，大家拢有咧斗宣传，大家拢做伙振动起来啊。总是嘛，抑阁有一寡台湾人可能咱普通较无机会接触到，啊，遮个人呢，嘛是咱真期待，吼，会当较会分享，吼，啊，通过即个故事，通过228，大家对228会阁一摆会来定心搁一摆，毋是来笑念，嘛来省思。吼，我期待讲是搁较侪的台湾人拢会当知影即个代志，所以我有主动甲嘉青联络，我咧甲问讲，敢有可能即个台湾笔合嘛会当伫228的期间呢，囥伫咱台湾伫北美的这寡侨教中心。也是办事处吼，即个侨务处的所在，啊，互台湾人若有搁较侪人有机会去摕到即个笔合会啦，吼，啊，伊讲真好啊，结果伊第2天随甲我回讲要1万个，吼，我听着吼，一方面足欢喜的，吼，安尼咱有机会接触到1万个，吼，台侨，吼，可能。咱接触袂到的，但是上时我嘛足烦恼的，我想哇，1万个吼，啊，咱的经费吼，本来有算是一个美金，若讲1箍，吼，安尼嘛着爱加1万箍的预算呢，吼，总是我心内想讲，抑阁有某种信心，想讲，的确即个代志吼，会伫逐个人的合力中间。会完成啦，吼啊！所以伫即个所在，我想我嘛要特别提起，设计了后，决定了要用倒一个了后，
要开始大量来制作的时阵，哦，咱即马看到的就是迄一天吼，咱就看到哦，你若仔细看吼，伫迄后壁所有备询的政府的官员，逐个人胸坎仔拢编一类台湾笔盒，有无有看到吼？徛伫头前的3个较后壁3排，迄个画面真正是足感动，因为这实在毋是哪大开始要做的时阵，有想到讲伫第一年，今年就会当达成到安尼的成果啦吼。我拄拄咧讲的，就是讲即个要开始做的时阵呢，即个制作公司有甲我讲，惠忠老师真歹势吼，即马要开始制作啊哦，需要照阮公司的规矩吼，恁就爱纳30% 的定金啦，吼。迄个30% 的定金，迄当时咱敢若讲要做3万个，迄30% 的定金是20几万的台币。迄阵咱才拄开始咧登记，捐款有咧入来，但是也无多，吼。所以我心内想讲，我喙甲应讲无问题，我会真紧，吼，甲你汇过来，详细我心内就祈祷讲，要安怎来付即个定金会当顺序安尼真奇妙吼！就伫迄一天的中间，因为我有较几个朋友分享过即个代志，就伫迄天我接到一个朋友，互我一个 line message 讲，你台湾笔盒即个计划即马进行了安怎？有啥物所在我会当斗3工无？我嘛毋是讲有啥物期待，总是伊甲我问，我就甲应一句讲，阮即马已经进行到要开始制作了吼，我即马需要付一笔定金啦，总是阮即马目前即个经费吼也未到位安尼。伊讲你敢有啥物方法？我讲就当咧想咧。我即个朋友甲我问讲，定金偌济？我转甲伊讲定金偌济了吼。伊转甲我讲，回我一个 message 讲，即个定金吼，我来负责。我实在吼，毋知影要安怎讲，我实在是足感动诶，吼，因为即个朋友嘛毋是咱哪大诶 member， 吼，嘛毋是住伫北美，但是通过伊诶即个表达，我就感受到讲，实在台湾有足侪人足疼台湾，所以只要有机会会当表达伊对台湾诶疼，伊拢尽因家己诶能力，想要参与，想要帮咱吼。第2天，即个制作公司就甲我讲，某咪人吼有敲电话来互阮哦，伊咧问讲要安怎汇钱入来安尼等等，甲我讲吼，所以我真正是真感动。所以第一笔的定金就是一个朋友替咱纳去伊嘛是咱这边笔盒 project 迄个最高的赞助者啦，吼，最高的赞助者。我伫遮无定嘛，甲大家先线嘛报告一下吼，互大家小可了解吼。这边吼上尾毋是干那做35000个，咱上尾伫228了后我接到有228受难者的家属来甲我联络讲，因才摕到即个花，感觉足感动的。因想要爱有搁较济，要爱甲因的亲友来分享，毋知抑搁有无？我甲讲拢无安尼。伊真失望，抑搁真期待。所以伫即个中间呢，我嘛受到感动，感觉讲无需要搁等明年啦，吼。伊真迫切期待，即马就会当摕到。安尼我一看，哪大到迄时，
到过年了后，28的时阵，咱的捐款已经超过咱35000个的制作费啊！吼，所以咱还阁有剩淡薄钱，所以我就是看讲，安尼咱即个钱，逐个就是为着即个笔盒来奉献的，安尼无咱全阁甲加做好无？所以全决定阁加做吼。但是真趣味就是讲，即个 Kevin 讲，伊所有即个水底进口的即种纸都要互咱用了去啊啦。所以我本来要阁甲做5000个，伊阁算的讲，敢若有够做4200个。我讲无要紧，4200个，无伊讲伊阁进口袂付安尼，所以咱今年拢总是做39200个，拢总咱用偌济钱呢？就是拢总用台币1138535箍，拢总咱有152个捐款啦，对美国、加拿大、台湾、澳洲、日本，拢总152个捐款，中间有23个是团体，是团体。我拄讲，最高额的赞助就是我们的定金238000多啦，咱小额赞助嘛，差不多美金10箍，所以逐个人拢尽家己的一份心意，做伙来完成这个代志，真正是真水的一个工程。我常常讲，it's a mission impossible 啦，但是却是一个 dream come true。咱继续看这嘛是伫拄迄张是伫台北书展，我一个朋友去看到，看到有人变，阮朋友嘛紧甲翕一张相镜来互我，继续，这是伫228迄一天，遐写中央通讯社啦，但是我看到嘛是人寄来互我，可能想讲甲我有关系，就寄来互我看，我才发现讲，伊内底有写着一个阮 UBC 的教授，姓齐，咧讲姓齐咧讲即个物件的意义较重要，我嘛伫遮讲着讲，即边嘛有通过228即个会，我嘛有听着，我家己经历着讲，有人因为看到妇女会做即个会，讲伊要爱参加北美洲台湾妇女会，嘛有人甲我讲，伊看到妇女会做即个台湾笔盒，伊深深掠做哪大的 member 为荣啦。我想，迄是咱每一个台湾人的感受啦。继续，伫迄个台湾的228的前一暝，我接到电话讲民视想要。因为因看到副总统，毋是副总统，看到行政院长，因伫迄个咨询拢有挂啦，所以因讲足好奇即个笔盒会的代志，所以民视讲要甲我采访拄好是就是伫透早228的透早，伫迄天咱嘛伫新闻看到咱的副总统就是咱。即马过来的总统赖清德先生，伊几日伫228的活动伊拢总现卡嘛编一类。这我要讲就是我的兄哥替我拢总送了咧问我讲，抑阁有代志无？伊要转来加拿大我讲有，抑阁一个会当麻烦你无？我拜托伊送。200类台湾笔盒去互执政党，去互民进党，送去民进党的党部啦。我想这200类花，都有伫迄个所在摊出去，所以嘛真侪人会付伫228现卡嘛编一类台湾笔盒，继续。这是今年的总书纪念仪式。是伫嘉义啦，是伫嘉义。我毋知恁看会出来无？
有一个朋友是为电视翕到吼，寄来互我。恁有看头前迄阵，听讲敢若是嘉义的老师啊，是虾米会即个合唱团吼？你有看到无？伊每一个人迄个颔棍啊，迄个巾仔面顶拢编迄类台湾百合啦。吼，所以迄天在场嘛，足侪人。吼，看着讲哦，哪有即类百合？因为有诶人嘛还无摕着，所以足侪人足好奇，嘛咧问起即个代志吼。啊，咱哪大嘛有姊妹吼，Kimi 吼，因诶家族即边有转去参加即个伫嘉义诶即个纪念吼，因为因诶家族嘛是228诶受难者吼，啊，因嘛有规家族吼，要对即个。蔡总统领即个恢复名誉证的时阵吼，因嘛拢胸坎啊，拢编一类台湾笔合。吼，这共款伫迄一天副总统的行程。吼这我看是写敢若是发拍是无？吼，就是讲伫咱北美因嘛有举行活动的时阵吼，伫宣传顶面都放即类笔合会。吼嘛真侪活动有共讲，你若来参加。会送你即个228的台湾笔合。我知影台湾济南教会因的迄个钟楼吼，伫228迄天的2点28分的时阵，因有共钟。共钟的时阵有去参加迄个共钟仪式的，因嘛拢有送人迄类花。我嘛有朋友无意中拄好去赴迄个会，嘛去看着吼。这是今年伫哪大的年会吼，我应该3天拢有编即类花啦。一方面嘛，感觉讲要互大家知影讲，即类花不管时，实在咱拢会当编。因为当咱编的时阵，无了解的人会问。我即边嘛发现讲，伫即个过程中间吼，我嘛拄着几摆，因为我编即类花，有人。感觉即类花真水，还是感觉即类花真特别，吼所以问讲哦，你编即类花真水，还是讲你这是啥安尼？互我机会转开因分享咱台湾咱拄着的228较台湾今仔日的情形吼请咱搁转去拄迄场哪大的下，对。我伫遮要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去加拿大邮局，我伫遮邮局要寄一寡送转来伫湾区无的花，要寄去乌头啊，互一个朋友。我去寄的时阵，我胸坎有编花，迄个人问我讲，你内底是底啥？我全记我胸坎讲，就是底即落花。伊就看就讲你这花是啥？真水哦！我全甲讲吼，无拍算吼，即个邮局的工作人员看了甲我讲，听我讲了甲我讲，哇！我拢毋知影恁台湾的情形吼，恁所经过多谢你甲我讲。伊讲安尼的时阵吼，我全甲我胸坎迄类饼拔起来，我全讲，你有介意即类花？你阁知影即类花的故事？我送互你好无？伊安尼讲，伊想讲足贵重的吼。伊讲毋通安尼歹势。我讲袂，我即个就是要甲人分享的，只要你欢喜，我即类花送互你。伊全真欢喜接受起来，接受了后呢，伊阁甲我问一句话讲，请问你爱啥物色？我想讲毋知要创啥，我就甲讲啊，讲了伊甲我讲我后礼拜5就要退休咯。就袂阁来遮上班咯。你敢有可能伫后礼拜5以前阁来即个邮局咧？我讲要创啥？伊讲伊要做要织一条围巾送给我安尼啦。我实在是足感动。但是我上时嘛，得到一个鼓励只要咱开喙，咱欢喜，甲别人分享咱就会当。为台湾做一寡代志，咱会当帮助更较侪人认捌咱台湾。通过安尼，咱嘛为台湾得到更较侪的朋友啦。即马即张
可能是即边台湾笔合，对，即边台湾笔合吼，上侪人做伙并一张吼，就是今年那大年会的合影吼。我深深感谢那大的姊妹吼，逐个人对即个笔合会的疼惜，较逐个人敢若拢带着一个使命感吼，逐个人分头分工吼，报人知吼，帮助人登记吼，甚至送去到人兜吼，我实在是真正感恩。我阁补充讲一个代志吼，就是进前吼，咱伫上早时咧宣传的时阵，本来咱拢是用 lest we forget， 就是永志不忘即句话。但是后来咱做出来的时阵，咱用 we will remember。这中间是有一个过程，较一个伫遐咧拉拔，要安怎较好？咱知影迄张卡片面顶写的一句中文，较一句英文吼，迄是想足久的吼，琢磨一两个月吼，因为空间有限，要安怎伫真短的文字来表达咱爱要表达真深的意义，实在真无简单吼。总是伫遐咧调整，逐个做伙讨论，也是请教人的中间，到上尾就是剩即句话，就是永志不忘，因为迄句话是为基督教的圣经旧约摩西五经上尾一本生命记内面第3章16节出来迄句话是安尼讲，恁就爱说你，毋通袂记哩上帝捌将恁对受做奴才的地埃及，将恁拯救出来。西洋的世界当然是基督教的背景，所以因用这个字来表达因对受拯救了后到战争了后，因受到即寡为着因丧失家己的性命，互因会当得到自由，互因会当得到平安的即寡牺牲的人，因希望永远毋通袂记哩。我本来想讲，即个永远毋通袂记哩是一个真好的意思，所以我嘛想讲，咱会当用即个字做咱的 slogan。但是我将即个，特别是将即个英文我互阮Vancouver Formosa Academy 的校长，甲阮的中学的英文主任大家伫遐咧看的时阵就是感觉讲，定的因为即个字已经伫西洋的世界，互人用作是纪念战争过身的人。虽然伊原文不是，但是已经被使用真久怕人看到即个字了后，马上联想去迄，安尼就较咱228的意思，惊会有模糊啦。所以咱上尾讲，无咱用一个上浅白，嘛上直接，所以咱怎个改做 We will remember， 毋是干那即马要会记哩，咱永远爱会记哩，毋通袂记哩，真期待即个台湾笔合即个活动，即个行动毋若干那伫咱民间啦，咱实在搁较大的期待是政府，也是咱台湾的教育系统，无定会当亲像伫加拿大、伫欧美，就是伫即个节期的时阵。政府有纪念的仪式，民间嘛有纪念的仪式，上时学校都爱摕这段历史出来教育咱的囡仔，通过诗歌，通过写故事，通过画图。因伫遮是每一年拢安尼做，阮的学校每一年到 Remembrance Day 前一礼拜，学生的活动内面拢较济有关系，学校的布置
拢较济有关系。台湾也会当通过教育系统也做即个代志，我相信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会搁较深刻，我想要互大家看即个图，有水无？感觉有水的人，举一个电子手，好无？真水啊，真水吼！好，请你，咱看到正手边吼，正手边即个绿色的，是毋是就是较咱即边的即个白色的共款？有无？看会出来吼？好，即两个无共嘛吼，一个就是下骹看到迄梗是重叠的，就是咱即边用的即类；倒手边的即个就是咱无用的，是两个梗的。吼，即两个吼，就是 Kevin Chen 伊做10几个了后，伊家己拣即两个来互咱哪大拣讲要用倒一个。咱迄阵是拣用正手边即个啦。吼，即两张呢？即两张是 Kevin Chen 寄来送我的，寄来送我。伊讲，伊用迄两个模，伊就已经做出来两个样本的模具，伊用无共款的色水，想要互我感受一下。因为咧制作的过程中，阮讨论足久。迄阵咧惊伊讲台湾人无爱挂白花，阮有咧考虑，敢会当用粉红啊，敢会当用浅绿色，敢会当安怎？阮有足侪讨论啦。所以伫上尾，咱决定讲保持百合花共款是白，但是为着要互伊的3D 会感觉搁较明显，所以放一寡金色，较 warm 的金色，来互伊迄个光泽搁较水，伊搁做即两个是要互我做参考安尼啦，我心内真期待即边伫哪大的即个年会我有再搁一摆会提案讲，咱敢会当将台湾百合即个project 变做是哪大的 special project。special project 伫哪大的意思就是咱每一年要继续来推动落去真感谢哪大姊妹的支持有通过，所以咱即个活动会继续落去。拄恁看到的即两个，虽讲是Kevin 送互我的，但是伊嘛互我感受到讲，咱即个台湾百合的未来性，咱看到即个百合花，虽望心肝也阁有伤痛啦，因为这是无法度磨灭的伤痕。但是当咱看到即个遮尔水的百合的时阵，咱心内嘛会当感受到真侪的温暖期待希望就是咱所期待讲，通过228，大家对228的，毋是讲认同，对228的回想较反省，会当互咱台湾真正做一个和平公义充满疼甲希望的国家。我想我分享到遮留淡薄时间，大家若有想到啥物定我无讲到的，恁有想到的会当大家做伙搁来讲，好无？多谢会长多谢会长遮尔精彩。我讲伊即个讲故事普通时我着做爱听伊讲故事，拢安尼慢慢讲真清楚。我即摆有看到足侪人举手我毋知影是头拄老师有讲叫人举手，讲看有水无，袂去即坑内，是真正有问题要问我有看到梁光兄、新木清先生、唐丽芳老师，搁陈雷，我着照顶面一个一个梁光兄，你会当开你的麦克。真感动的分享啦爱讲的足侪，所以是我简单讲几点补充就是讲迄个咱迄个台湾百合伊迄是台湾的原生种伊咧生团的方式就是讲爱火烧山了后规个拢烧拢无第一发出来就是台湾百合所以我感觉用即个来表现咱台湾纪念228的方式，我是感觉讲足真powerful 啦
啊，尤其是讲你分享遐过程咧做遐细节吼，啊有较侪人安尼来完成即个 project 吼，我感觉这是特别诶有意义啦吼。啊，而且我会想着讲，即个我捌去你的即个台湾学校吼，去遐参观吼，啊，我行一条啦，啊，因为我拄仔你拄仔放出来，你咧录影迄个应该是你的啊，阮的教后的室，一个教室录的，我会认真啦吼。啊，我感觉讲像即马吼，咱台湾足侪即个咱的少年家吼，你啊开始咧争取要当台湾设台湾学校吼，啊想袂到讲伫加拿大吼，恁就开始有正式吼诶即个台湾学校吼，啊大家会当来读即个高中了，会当向即个加拿大的政府吼申请大学诶即种诶大学啦吼。啊，搁一点我会想着讲，其实迄个啊，看倒来咱即马台湾语言的状况啦吼，就是讲咱咧纪念228的时阵吼，啊，咱有来想着讲，啊，咱的语言敢会当救回来啦吼，这是我真感谢你这段的分享，多谢。多谢梁光兄吼，啊有一位心先生，心目清先生，你会当开你的麦克。心目清先生，心先生，你敢知影安怎开你的麦克？伊啊无吼，我想咱伊咧开麦克的时阵，咱请唐丽芳唐老师。唐老师，唐老师，唐老师，你嘛爱开你的麦克。唐老师，喂喂，安尼听有无？有听到？有听到有听到唐老师，嘿，唐老师，嘿。好好，大家好，我非常感谢，真欢喜，即摆伫咧台湾伫要12点嘛暗时，但是吼，听会中分享即个过程的故事啊，对我来讲意义非常吼，因为阮是讲故事的人，咱即个时阵台湾的时代，有法度咱即马较侪人共同来发起做即项代志，迄是一集真侪人斗阵牵手合作来做一个水水的代志。这是做有意义的吼，啊，所以我简单分享。以后阮伫故事馆继续来讲即个故事的时阵，就加做有内容的吼，啊，真正做用心，将所有过程内底一寡即个记录呢，用简单的相片就有法度讲真济的即个感动吼，分享出来。我相信一项代志有心要去做，真济人，包括即个世界，拢会甲你斗相共。啊，所以咱台湾人爱家己加用一寡心来过日子。吼，我真可惜的是，真济伫咧台湾的人无一定有法度有即个机会去听到即个故事，但是无的确你会使将即个 PowerPoint 吼，有机会当分享，后转转来台湾的时阵嘛，真欢迎来故事馆讲互大家听，因为我感觉故事吼创作以后，咱有一个责任就是爱去分享，分享就是为着世界更较好安尼。吼，所以今日搁一届多谢会中发起真欢喜有机会会用斗阵参与即个水水的代志，多谢。多谢唐老师。像唐老师吼，唐老师伊家己嘛足够讲故事，伊有分林故事馆，遐吼足值得大家去参观吼。希望以后大家拢有机会去分林故事馆。咱即马请吴医师陈雷，吴医师你爱开你的麦克。
我说你的麦克还袂开哦，你小满家讲你的麦克爱先开。 OK， 好，多谢会中会长吼，这个故事实在是足互人有鼓舞性的故事啦吼，嘛真感谢会中会长吼，为头到尾安尼设计构想互这个 project 吼，有一个真成功的起头啦吼，我看吼，这个 project 吼，会将来性足大啦，吼，若要看较长的吼，真有可能这个百合花这个项目吼，你做的这个物件吼，后来吼，可能真会当做来讲代表咱台湾这个国家甲台湾人的一个真明显的项目。吼，象征啦，吼，若安尼说吼，我是感觉讲吼，我相信今仔日听众大家会甲你学到足侪代志吼，但是有，我是要甲你感觉讲，可能我看出有一点头到尾，我想讲介上欠一项物件啦，吼，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我是看讲这个物件吼，将来若有一日来做来代表咱台湾这个国家或者台湾人这群人的时阵啦吼，比如讲吼，28国家的纪念日，还是讲国庆日啊，以后国庆日吼，咱的总统所有的来客。拢甲即个百合花甲带行政的时阵，迄个时阵吼，我想都有一个欠点出来。我是感觉讲吼，假使讲咱即摆即个百合花即个包装啦吼，包装顶悬即个卡片，我看你顶面你有讲啊，一段是中国话，一段是英文。吼，若为我拄则讲的立场来讲，若要来代表咱台湾这个国家，台湾这群人的时阵，吼，欠一项，欠台湾的文字伫顶悬。台语，比如讲，你讲用字不忘，吼，用字不忘，中国话，若是有一句，永远唔通袂记住。安尼时阵，这个代表性就更较安全。吼，这是我的感觉。多谢。真好，多谢，感谢，感谢。多谢吴医师吼，真好的建议啦吼。即马我想，因为我毋知我会当伫遮补一句话无？好，嘿，冇问题。拄好嘛，互吴医师知影，大家嘛知影，就我拄无提起着，就是我拄好咧无用今年的年会的刊站吼，我接到即个台湾国家228纪念基金国家纪念馆即个单位啦，的负责人薛元化教授吼，薛教授，搁因一个蓝世刚执行长吼，是咧。蓝先生的名我敢若讲毋对，就是蓝执行长，因有甲我联络啊，就是讲因真期待明年的228会当较哪大合作，因爱要帮咱即个代志搁进一步推广，吼，就是讲搁较薛元化，就写人化缘呐，薛化缘嘿。薛教授卡因的执行长，蓝执行长，蓝色的蓝吼，因有联络，就讲因感觉，嘿，因感觉讲这个花，真有艺术，这个代志真有艺术。因希望讲明年做伙来合作，然后会当就是全国啦，因期待会当推广到全国。因为我当时真无闲，我甲讲等到。一方面嘛是哪大通过这个 special project 了后吼，
才会当慢慢较因讲起即个代志。所以这是无拍算的一个结果，就是讲伫遮尔短的时间会当伫今年就引起那对我来讲是讲，遮个单位实在是应该爱做遮个代志吼。嘿毋过因有看到因也欢喜来参与，我感觉是真正欢喜的代志。相信明年咱期待会当看到搁较普遍吼。咱今年虽然敢若3万几个吼，总是已经伫足侪所在拢有互人看到啊。吼所以期待明年是搁较济啦。拄吴教授你讲的即个代志，当然是咱搁来继续做的时阵，的确着爱来改进的所在。多谢。OK， 咱即马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阁有3个人吼举手，咱甲即3个人的问题拢问了。一位是何芬啦吼，因为中间遐较顶我知影你有举手，即马何芬嘿。非常多何芬平安，嘿，你好，足感动的啦！我感觉你为台湾做足个好代志哈。我们通安尼讲，大家做伙，大家做伙。这个花我一看着，第一摆看着哈，我对看着迄只到今仔日我拢总有挂咧哈，因为我感觉讲这意义足重大啦。所以我无论啥物场地，像我昨含中光遐见面去迄个何如章老师教阮手语的时我嘛挂我今仔日迄个台湾的传统酒，我做17年的召集人，今仔日的会我哪会挂安尼就对。我若有机会，我就是要甲这件代志互大家人知，所以。3月是阮遮迄个神光 Capistrano 有一个游行，3万个人参加，但是迄几日我第一点，因为是要庆祝因燕子节，所以我对因的帽就是一个四布的帽子，我顶悬也放一蕊花，我胸膛搁挂一蕊啦。所以几下记者来问我讲，你是安怎开台挂2蕊小祥的物件吼，我就。有甲采访啦，我就甲即个台湾的代志即个字是别个代志讲互因听咧足侪人足爱的啦，所以我可能到时你若有叫做的时我有哪会甲你迄个岛内一寡来摕来我会甲你奉献来迄个足侪人已经甲预定啦。我可能嘛甲你讲一声，我再小可插一下。就是讲，咱抑阁有伫台湾就是我讲我上尾毋着有剩落来经费，我有阁加做4200个为着迄个受难者的家属，但是伊无需要遐尼济啦，所以目前抑阁有差不多2000个暂时也寄伫台湾，所以若真正逐个伫。过来这段时间未到明年中间，若拄有活动感觉有意义，会当使用着，才甲我通知一下，我才叫因为台湾寄出来。OK， 我会含你联络因为阮迄个228迄一日今年的阮画拍有开会阮是放电影龙马沟15龙马沟15号迄阵来的人，阮逐个是拢有送啦到尾迄个阮即个。Orange County 的迄个文教中心的主任肖主任，可能迄个徐家清迄个委员有一寡，所以阮也摕一寡来安尼所以遐228受难者遐家属我每一个人拢各有各送互因分互因的亲情做一个纪念安尼所以若对。这个意义因非常的感动，讲到遮久妇女会阁会当甲因挂伫心内阁甲因宣扬出去因讲叫我甲你谢谢，所以我即马真感谢讲大家合作互台湾愈来愈好会当有和平公义阁会当替因遐家属有一个真好的愿望多谢何芬这位信实，我是毋知影伊是拄好举着手，是伊袂晓开麦句
信心者，你敢会当开麦克？你也袂当吼，我想敢会当请我知影梁光遐拄则嘛有举手，请梁光遐吼做一个，就是讲问你的问题啊。OK， 的最后一位吼，梁光遐，梁光遐你嘛爱开麦克哦。我即个问题含即个迄个单位拄仔问的小可有关系啦吼。因为我咧看迄个你咧讲的时阵，我有注意到讲，你后壁有一个留一个 QR code， 迄个 QR code 吼，你会当不时 update 吼。对，会当。所以即摆若讲即个 project 做了成功，吼愈来愈看，毋是干那讲是几万人变做几百万人的时阵，这算做一个足有力的平台啦，吼。所以即摆是啥物人控制即个 QR code， 吼，因为迄内容会当不时迄个一直变更嘛，吼。所以讲，咱即摆咱有目前北美洲妇女会负责的，就是我即摆在负责。对。即摆就是讲爱保证讲以后的即个北美洲的妇女会会长吼，拢有含你共款的心志吼。无即摆若是讲即个 QR code， 即摆即个物件。还是下落去变做讲第二摆的故事，对，一直写，会变做讲佫一直无共款。咱会当更新，会当更换，会当加添啦。这就是咱迄阵啊用 Linktree 的想法，因为咱想讲，咱毋是干那一篇要互看，咱有足侪篇，啊，咱若足侪 QR code， 安尼真不方便。啊，才了解讲即马有即种 Linktree， 我本来嘛毋知。为着这个代志才知影，结果是真方便用，哦，随时可以增加，可以减少，啊，你也无需要更改你的 link， 永远就是迄个网址，哦，啊，你就会当安尼处理，所以真好，因为我已经有足侪毋是台湾人的朋友甲我讲，因有去你看，因有去你读，吼，啊，真侪人足 shocking 的，讲因完全毋知影。咱台湾捌经过安尼的历史，香港人嘛毋知，吼，毋知影即个历史。啊，中国人当然嘛毋知，嘿。所以有帮赞。对啊，所以我是咧讲即个强调讲吼，即个设计非常的好啦，吼，毋是干那即个艺术方面，啊，伊迄个平台设计方面，即个规个即个概念吼，设计概念拢真好。啊，我佮补充一个，就是讲，其实我感觉讲即个艺术的力量吼，实是。遮尔大啦吼，咱若毋是讲要用说教性的，啊，讲用讲的尔尔，啊，欠迄个无用迄个艺术，咱可能咱会当去接触的范围吼，会较有限啦吼。啊，甚至甲你报告，阮今仔我有较差不多半钟前，我来讲要用一个 ABT 的即个 Art Exhibition 有无吼？阮即已经今仔日下晡了，阮就是要去一个去摇马林大遐吼。进行第二场啊啦，吼，啊，所以就是讲鼓励讲吼，即个咱即个尤其是伫北美吼生的第二代的即个囡仔出来讲因的故事，所以即个 project 的名就是叫做 ABT 吼 ，My Story Our Art 啦吼，啊，即摆计划是讲每一季吼，承担即个家庭吼，举办即个家庭的即个展览，啊含 talk 含迄个 panel 啦，吼，啊，到2025的时阵，看会当找一个较大的空间吼，艺术馆来展览啦，吼，啊，真感谢啦，吼，真感谢你的，今仔日遮尔啊感动啦，我成个人讲啊，拢强要流目屎。呀，迄个拄则我有讲梁光也是最后一个吼，但是吼歹势，因为我即摆有看到迄个李秀举手。啊，因为李秀吼，头几老师拢有提起几啊遍伊的名，啊嘛有讲到伊的艺术作品。啊，其实李秀伊今仔一开始伊是袂当sign in，伊一直甲我送message讲伊sign in袂入来吼。今仔足济我接到足济message讲sign in袂入来，但是 I cannot do anything 吼。啊，咱即摆请李秀伊来 feedback， 好无？好，你好，我本来袂当入去，啊，搁落尾吼。叫我后生来甲我帮忙较入去。我想吼，理想吼是会当实行，实在是一件真美妙的代志。但是每一件美妙吼，
背后拢有足侪的迄个故事。我会记10几年前，我互会长的话，啊，你感动，所以我画100度。啊，画了时阵吼，我每一遍的迄28版，我拢会铺在那个网络，啊，然后感觉嘛有一个导演讲，这个思想足好势吼，我感觉拢嘛无结果咧，结果到尾啊，总是到尾啊，会长即马做吼。北美妇女会的会长啊，然后响应那个妇女会，当大家拢响应啊，然后互这个美妙的梦想实现，我足欢喜的，感谢啊！足侪话大家拢讲了啊，就是这样子。好，谢谢。今仔日会长嘛有伊的 PowerPoint 嘛有你的作品，吼啊，所以我拢有看到，嘿，多谢李秀吼。啊，我想因为我知影今仔已经做晚，台湾已经超过12点，啊，所以我想咱今仔日节目就到遮，啊，我搁一摆甲会长吼说多谢，啊，迄个嘿，啊，后礼拜吼，迄个中光兄敢要简单讲一下，讲后礼拜的节目。后礼拜你有看到我的分享？